约会。下决心。还礼，不客气。道歉。对道歉的回答。关心对方。
表扬。第3章，反对。肯定。否定。保留意见。提出。叙述，询问理由。
指出错误。13. 提出要求。教导。提议。接受请求和建议。拒绝请求和建议。请求同意。同意，不同意。
引起注意。14. 商量，吐露秘密。约定，15. 各种各样的问题。15. 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以及我们前人多位人士的引导，还有很多讲师在后学之道这一路上给予后学很多的鼓励慈悲。那也要感谢今天我们义和圣堂有这样的一个营队，那也才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那后学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学在50团成长的一个经历。那因为后学从大一到就是考上嘉义大学之后，刚好遇到我们的50团8月15人理50团，后学是在人理8月15中秋节的时候成立。那也很巧的，在那一年后学刚好考上嘉义的学校，然后有机会就是搭上这条法船。那
后学呢，就从大一到现在，在补习团学习的时间大概有7年。那后学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今天后学的时间只有2分钟，那就是如果时间快到的话，可以提醒后学一下，因为后学不知道就是大概要。第4章，表现感情的短句。16，高兴时，欣喜。后学自从接触补习团之后，跟道场的缘分才从此开始。那后学的生命，后学觉得也是从此不同。那从一刚开始，为什么会接触到补习团？后学其实在大学以前，就是刚才荣芳学长所介绍的，虽然是道场的子女第2代，但是一直都对于道场很陌生。那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有学界的一些就是班会，但是后学其实很少参加，然后对于道场其实也不是很喜欢。那一直到接触补习团之后，才有开始就是在道场学习。那后学接触补习团的机缘其实还蛮奇妙的，就是后学考上大学，然后刚好在嘉义那边的一个前线，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后学的手机，然后打电话联络后学去参加一个那时候学界的一个我们的成德班这样子。那放心，因缘其实后学一直还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位前线跟后学完全不认识。那后学大学以前也都没有在参加佛堂的活动，所以其实佛堂的前线也都不认识后学。那他手上怎么会有后学的手机？那这个就是疑惑，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解，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电话簿里面就出现了后学的手机。那后学常常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然后牵引着我们在补习团、在佛堂相遇。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刚才的后学的第1张照片。后学印象中好像有参加过一次，刚才听那个17，生气时、不满和牢骚时。对的那个照片，后学在场里面可能也有出现那个很小很小的人头在后学就应该在里面，就是很久以前后学印象有一次好像有参加过，但是呢跟贝茨还有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就是隔壁的这个少景学长，跟他们其实都不认识。但是呢，却因为有补习团，认识了这2位伙伴，还有其他的那个伙伴也是都是我们南新道场的一些就是学长姐，但是在接触补习团以前，我们都不认识。发怒，别。那后学一直在想，也许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坚定不移的约定，所以这样子的相遇，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必然的安排。那后学从和补习团的缘分是从围着饭桌吃饭开始。那时候的人林补习团因为草创，就是才刚开始，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然后每天到补习团呢，就是后学印象中就是去吃饭而已，就是很单纯的去吃饭。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已经厌烦，所以还包含线香跟吃饭。那后学呢的线香的礼节，其实也是在补习团学的。在高中那时候，其实道场都会开一些礼节班嘛，那也断断续续的去参加过几次。那其中其实都不是很积极的想要去学会，因为觉得没有不会用到，因为那时候学家还没有佛堂，然后就觉得学这些礼节，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学这些礼节呢？那时候就是到补习团之后，然后当然很自然的。吃饭之前一定要线香嘛，那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在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学会了理解。然后学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去学习，那我们就会责备。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单纯的到补习团吃饭这样子。那可是因为也因为在补习团吃饭，所以更加深了就是彼此之间的感情。那在那个时候呢，并没有这么多人。好，在这边小小的角落有一个2009年，那个时候是补习团大概已经
2-3年之后的，然后才有了这么多的人。刚开始吃饭呢，大概使人镇静。4个人，那我们还是就是很坚持的，每天晚上都要到补习团吃饭，然后就3-4个人一起下厨，然后那时候也都还不会煮，就是大一嘛，在家都被服侍的好好的就是爸爸妈妈都会煮好饭菜啊，然后其实也都不需要去做一些家事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们到了补习团，所有的事情就像一个家一样，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3-4个人要去承担，要去负责。那个时候呢，其实只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有趣，因为毕竟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所以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缘分，然后开始。但是呢，到补习团就是只有吃饭现象嘛。那因为佛堂，在佛堂不是只有吃饭现象这2件事情而已嘛。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学习成长还有很多的疗愈要去做。但是呢，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的时候，我们会，就只是跟着学长姐的脚步。那从吵骂认识技工老师呢，是从补习团成长开始。那后学季的那一年。后学升上大一那时候是9月，那我们那一年的补习团成长也是10月的样子。那时候才刚接触补习团1个月。那在那之前其实也都不知道，就是补习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后学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的负责讲师也讲师就问后学说，我们10月份有一个补习团成长营。然后问后学言归于好。那后学当时就很疑惑啊，补习团成长营到底是什么？然后要去做什么？那2天的课程，才就是让后学那天后学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反而不是课程，而是那一次的晚会。那一次的晚会就是经由唱道歌，然后还有读了好像几段的圣训，然后后学就是莫名的在那一整个18悲伤时失望。那后学就觉得，就是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内心会有这样的冲击，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感动。那后学后来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机缘成熟，也许是就像刚才后学所讲的，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已经就是曾经跟技工老师有过这样的约定，要一起来到补习团，然后来学习承担。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一次的一个营队，你那时候才2005年，距离现在2013年，大概7-8年前。好，那从那一次的营队之后呢，寂寞。其实后学就开始觉得说，自己应该要学习付出一些什么，但是呢。因为才刚接触补习团1个月，也可以说是才刚可能接触佛堂1个月。那在这1个月当中学习到的，其实还有限，那所了解佛堂的也还有限。但是后学就一心很想要，就是可能为技工老师郁闷、忧郁。也就是因为那一次那个晚会当中，然后了解到说，原来有一位仙佛跟我们的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那可是呢，就是都还很就是认识的都还很粗浅。但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后学开始会想要去上课。那所谓的上课就是我们来佛堂过班，然后后学发现每一次到佛堂过班，每一次的听课都让后学很法喜。那样的法喜后悔就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好像说是学到什么嘛，又很难具体的去说明，但是就是可以感受到自己内心灵的一个成长。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成长，然后开始知道说自己应该如何去付出，如何去可能去带领身边的同学，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沐浴在佛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那所以从后学在高中以前，就是一直都是一个还蛮不善于人际的一个人，就是后学很喜欢自己一个默默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去管身边的一切发生什么事。那自从那个时候，就是参
参与补习团，然后开始觉得说，或许觉得应该要把这一份感动分享给大家。那也从大19学的时候开始，喜欢讨厌时，邀约就是身边的一些同学啊、学弟妹啊、伙伴，然后一起来参与佛堂的活动。所以后学可以说，就是现在比较跟后学就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其实都是从大学之后，然后慢慢去结识的。像就是而且在伙食团所认识的一些学长姐啊、伙伴，其实都会让后学觉得那是一辈子，然后都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忘记的好朋友。那因为我们在伙食团当中，不管是吃饭啊、办活动，都是20刚才那个安慰时，分享，在伙食团的时间真的非常的长。那我后学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大一、大二那时候，大一课很少，然后就是只要上完课，然后就是往伙食团，上完课就是伙食团。所以后学那时候的那个生活圈，就是除了上课，然后邀同学，然后下课就回伙食团这样子。那后学的同学也都知道，就是平常晚上在学校是看不到后学的，就是通常都会知道后学晚上就会到伙食团这样。所以在伙食团的时间非常的长。那所以在伙食团同情其实也是非常的自然。然后在伙食团很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会开火嘛，所以每天都会去煮饭。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才伙食团刚开始，所以人力其实没有很多。然后后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学跟贝子2个人，然后一个人在煮饭，然后一个人要出去带学弟妹，然后再鼓励后学去再往别哭了回来之后，后学 Don't cry. 然后就换 Don't cry. 就我们2个人，然后就是去分担那一些工，4分钟吗？好，去分担那一些工作。那在那当中，其实虽然说也会感受到身体的那个疲累啊，但是就会觉得心灵是很充实的。好，那当然在伙食团不是只有欢笑嘛，在当中我们会有争吵、有感动、有扶持，然后会有互相的磨合。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幸运，可以在伙食团认识彼此。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心灵的成长。那在伙食团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自己可能擦擦眼泪，并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后学刚开始就必须去突破自己，必须去跟别人就是必须去主动跟别人交谈，然后去邀约同学。那这些其实都是后学必须去突破的事情，但是后学都尝试着去做。那做了之后呢，也才知道说，其实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然后也就是因为后来人当然就越来越多嘛，不会永远只有3个人跟4个人啊。那人越来越多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去学会的就是包容，因为这么多的人，然后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然后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可是却必须共事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所以必须学会包容。好，没有时间让大家找，或许自己承认，或许就是带着面具的那一个。那或许觉得呢，为什么用这张照片来代表学会包容呢？因为就是必须去隐藏自己，也不是隐藏21必须去学会怀疑时，不是永远都自己去出口。好，然后学会承担。或许在这一路上，就是因为在伙食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讲师他们很慈悲，会给我们很多可以去承担、去学习的机会，那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迅速，然后也学会了感恩跟付出。好，那其实，在伙食团的日子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酸甜苦辣百味俱全，就是不管是开心难过的，其实都有。那可是，在那当中，就是必须自己去走过，然后才会懂得那个各种滋味。22为难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那个98年的伙食团成长营，然后是在就是户外。那
或许觉得在每一年的班会、每一年的成长节当中，就是我们会看到旧面孔，然后看到新面孔。那这代表就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陌生的人，然后来加入我们。那如果后学其实已经毕业了，然后后学还是一直在23不感兴趣时，觉得为什么呢？后学自己觉得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群陪我走过很美好回忆的人们，那也因为这里还有更多人需要后学，所以后学觉得后学会一直在这里。那最后呢，如果有讲不圆满的地方，或许我上天慈悲赦罪，那也请各位讲师、各位学长姐姐，或许多多慈悲指正，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大家的分享。然后想在我这就是这么样子的。24害羞时，就会有很多我们道场的下一代，然后就是因为我算的关系，然后他就投入道场里面了。那如果说您是学生的话，那真的在火车团认识的朋友啊，是真正的一辈子的朋友呀。像刚大家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一群人火车团的一些那个创团的学生啊，那其实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因为毕竟都毕业了，有些回高雄，有些回台南，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久久就会大家见面，然后聚一聚，打打闹闹，吃吃喝喝，还是觉得很开心这样。那你可以去想一下啊，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前的小学的同学现在还有没有机会？25吃惊时，但是呢，在火车里面认识到这些同学朋友，相信10年后、20年后都还是会有联络，因为我们有道的情啊。好，那在火车团是不是只有道长的下一代？并不是的。对，那我们就有一位那个麒麟学长，他呢是那个贝茨学姐的那个班上的同学这样子，学弟。对，就是后年应该是同一个指导教授啊。对，就是那时候贝斯学校他在那个南华念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是同一个指导。第5章喜庆调但是一个是学姐，一个是学弟啊。念中使用的短句。26祝福。没有啦，那个学姐后来指出怀孕这一招还是没有毕业的。好，但是后来还是毕业了，最后就是带着小孩子去跟老师哭求，然后老师都帮他离开南华的这样。对，好，那所以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那个麒麟学长啊，我们就掌声欢迎他来演讲。27吊唁。那后学觉得火车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那后学是宜林人，然后再来到嘉义求学。那大学是在南华，研究所也是在南华。那后学是在研究所的研一的时候，由我们的叶子学姐慈悲的带领后学去火车团参与28节日纪念日。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笑容。所以，当然一开始就觉得这一个地方人很好，就像一个家。那之后，就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学长就会直接的跟你说一些话，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什么叫点心灯吗？不知道。你知道求道很好吗？好在哪里？第6章国外旅游时使用的短句。29
在飞机上范什么是求道，什么是点睛灯。后学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后学是说是婉拒的，因为对于刚认识但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的人，然后就要去点睛灯，其实是有点恐惧跟害怕的。但是他们还是很热情的持续的邀约，然后请后学去参加一些活动。那后学就觉得，久了也会思考。在机场，就是说，点睛灯他们都说很好，而且这里的人都很好，应该不会被点了就被卖掉吧？所以就抱持着一个好奇心，就去看，然后就在先生们的征询下，隔天就去求得到这样。然后那一年是2009，为什么要在饭店的服务台？因为不是他求得到，是2019年那一年，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的总统，然后在那一年他宣誓了就任这样。他后续是在那一年求得到，那是在农历的2月26号那一天，他是我们的文化部长慈悲跟后学总三宝。那后学当下客房服务，学长也会说，就是求得到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应。那后学就觉得，那时候还没有淡定这个词啊，后学那时候就觉得，后学需要去思考，就反应会变得很淡这样。对，然后后学其实后学那时候，研究所，然后会因为比较着重于课业，就慢慢觉得，宗教好像不值得去。在饭店遇到困难时，然后再有一次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就是说，一位世人写到就说，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信仰的时候，那后学就吓到说，当我决定不接触宗教的时候，竟然有人会愿意入后学来求道。那后学30走在街，就好像得到一个解释，然后释怀，然后去接受，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因为真的什么，就算听了一次三宝啊，其实也没有很了解。那后学有疑问，还是会想说，不如问妈妈好了。那后学就问我妈妈说：“妈妈，你有听过求道吗？”那后学妈妈说：“有啊。”后学就奇怪，你怎么会知道？那后学就问：“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因为你们小时候我就带你们4个小孩一起去求过道了。”我说：“求过道了。”然后后学就很讶异说：“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样？”那后学的妈妈也很可爱。乘坐交通工具。每次听完他跑都会说，这些以上这些都可以讲出来，所以我妈妈也没讲。那后学当然也想要求证，就回家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就跟妈说，那你求到了，应该有求到卡。那我妈就很谨慎的拿出5张求到卡。租车。知道原来自己曾经求过到，但是完全没有印象，就觉得然后在道场中我听到前面说过一句话，就是基督老师说的就是不管若人在哪里，老师总会找到这样。所以后学来说重接金线，然后又回到了这里，然后是走入了这个火车团，然后学习这样。交通标志。那注意之后呢，浅显之声就让有诱因就是说因为是外地来的，都要住宿。那想说看能不能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宿舍。那简写这种直接说，你住进火车堡很便宜包吃包住，然后包玩，然后又可以学习成长。
就很吸引候选，所以候选在那一联谊结束之后，也会就住进伙食团这样，然后就学习就觉得31. 购物时，几乎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包含到了，对，就学习吃素，然后服装啊，就像或许现在这样，就是上班的时候有服装的要求。那注意伙食团也有安那个佛堂，那也或许也是在伙食团内才把礼节学会，是利用森林哥的那个暑假的时候自己默默去练，自己就是自己去学会礼节这样，然后当然也是有学长姐是可以教导，慢慢学。那洗的部分就是32. 在外用餐时，就是洗的部分就是后学那时候研究所自己有开车，然后开始出去伙食团，那伙食团一定会办活动嘛，办活动一定要有人，所以一定会有人，然后就要后学就很愿意的，就是开后学的车去接一些学弟妹参班啊，一些过活动，就是护送他们回家这样学习，在过程中不断的学习，然后这是以前照片，就是那时候也比较没有太注重一些礼节，然后就会慢慢的就是我们伙食团里面也会有开一些精品课程，预订餐馆，这附近就是既有这种学长姐的提携，然后慢慢去认识自己到底是求了什么道这样。然后这是还有伙食团因为出游，然后这是后续去阿里山的时候被罚要上车这样。然后当然就是伙食团就是会办活动，然后接引学生，这一些种种都是点菜。感受到就是很直接的，不同于一般的外面的团。那为什么会说再来是为了？其实一开始后学并不是那么的投入，那么发心，因为后学一开始住进去觉得，怎么跟自己来过活动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你过活动就可能就饭桌上，我住进去的时候就真的是，然后会煮饭，然后会献香礼节，这些后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从头学起。那或许会有一点点抗拒的心理，就是因为从来就没有过的习惯，然后现在要去学的时候会有点抗拒，所以一开始或许并不是那么付款，请。甚至因为严哥有当会长，然后又有打工，就常常借这个理由跟学生说今天活动或许让我参加，慢慢的一学期就过去了。那每一学期都会有回顾，那后续那天的书写，就看了回顾的一些内容，就觉得所有的活动照片里面都没有后续，后续变成一个33. 外出旅行时，想说，我都住进来了，为什么要一直保持一个抗拒的心态？那这样子跟自己住在外面不是一样吗？所以后学，在所学会长的那个职务退下之后，就决定要好好来认识自己，住在里面的伙食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从选修简开始，一直到最后。34. 遇到麻烦时，语言不通。因为或许一直认为这个道理一定要去感受，那是后学当初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当后学有回念的时候，后学都会，然后就很慈悲，就是请会问说，什么时候有班会？那后学。失窃。直接报名，班会或是
会，因为在参与这样的盛会的时候，你才可以接受一些比较正面的能量，然后让你自己脱离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今天说就是一种法语滋润的。那在这样的一点一滴的成长下，或许呼救通过了学习，然后让学生要会行动，慢慢的看见自己或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地方，我们就是要学会感恩，然后也很荣幸的就是有机会出国帮忙。那时候或许以为当时第7章商业信函用语35引言部分收信。知道说原来出去还是有任务在身这样。就或许是在出国前，应该是1个月还是2、3个礼拜才知道说，原来你出去要讲一堂课哦，或许真的是穿一堂这样。然后那时候的讲题是吃素的好处，那或许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安排的，那或许就读了一些吃素好处的资料之后，那跟泰国当地的那个乌文投资团，就是我们金融区第一个在外国成立的投资团，跟他们分享，那他们都很可爱，很认真啊。对，但是后学要体现就是那一天后学一到泰国就感冒了，是报名上场的，跟他们互动讲课。所以在那时候就觉得原来自己在台湾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原来是这么的轻松，这个其实开车的载很常来，然后有讲师监狱的为你讲课，那当后学者学习当那个讲员的时候，才知道要上台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还要到国外去讲课，还要去讲给到基督的时候，更是不简单。所以后学慢慢觉得，以前都是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接受，那后学也慢慢的学习。就是付出，去用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去付出，然后或许觉得就是在我这块，1年1度还是要大，就是过年前都要大扫除，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会来扫除，一起来打扫，然后那时候忙了一天，单纯就为了打扫这件事，单纯就是一群人为我师团打扫。那累了，就会一起去吃美好的素食晚餐，这样就觉得一天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平凡，但是又很充实。那为什么会辛苦？其实后学也是要感谢我后学的理事啊、配置学长，不断在耳边提醒后学一些。要如何？就是他会提醒后学应该要走到地段地步这样。之后学他们一头无数的时候，后学也是在我这个时候在里面那是吃素，在外面还是会吃的。但是学长姐就会很慈悲的跟你讲，可以慢慢的学习吃素，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就是为什么要吃素这样，所以我们的副执讲师他也表现就很慈悲的就包括后学的那个伦理班还有一些系统的家庭教育产品，让后学去慢慢的了解亲口的意义，亲口它的好处，它的一些好的影响。那后学这是其中的原因之后，后学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后学在我这团里面，刚过那个办到了上下之礼，但是有听前讲说，当上下之礼是代表
关法律组跟女法律组。那或许就觉得候选没有心头，但是就觉得好像就有点不亲啊，或者是自己觉得有心，就是想说应该要去正这个名这个顺这样，所以候选才很郑重的跟我们群里说，候选愿意心头，然后其实那时候也犹豫要不要跟父母讲。对，因为就改吃素这件事，或许是因为有听了一些讲师实践之后，觉得这是可行的，然后就是合理的一些体悟才愿意进口。但是要跟父母讲，就觉得除了怕他们反对，然后也怕他们会问一些或许不知道回答怎么回答的一些问题，所以或许是拖到快亲口前3个小时才打电话跟候选的父母讲说，候选要亲口，对，有点就是快先斩后奏的样子，对，然后那当然就大家会想说，你要不要等队伍再亲口啊？这样不然他们又很辛苦什么的，然后候选就很坚持的不亲口，虽然就是那一段过程不是很愉快，那或许在亲口之后，回家父母好像也是很看，他们就会问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裤子要不要洗，他很理性的，其实那时候或许就有点很感动，就是当候选回家之后，他们会愿意候选吃素，那候选在市场店下手功夫，有时候也会煮这个东西，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然后让候选慢慢的学习成长，然后你自己的家里有不同的方式去产生情感上的连接，对，就是让候选然后呢，到了候选队伍，然后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或许就在想，就是自己出去跑，看到那么多人薪水这么低，那他们以身试道，以延长大，或许就觉得要回报他们的方式，并不是说就像住宿一样付了钱就了事，而是认同他们的行为，去学习他们的行为，进而选择承担。那所以或许就觉得人到世界上并没有看到完整的田野，所以或许在退伍之后回云林找工作，除了在云林也找家里，或许是觉得或许毕业离开了国际化，但是或许就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多，甚至觉得应该还有许多的学员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国际化，所以或许在求职的时候就特别锁定在嘉义或云林，当然有机会就是在嘉义工作，然后又回到了嘉义。那在这当中，浅显都会说一句话，就是愿大地就大，或者是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就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然后想要化为行动，回来这个人体，只是想说可以让更多的一些有缘的佛子来接近我们的火石头，来了解一些人生一些真正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所以或许就还有契机的可以去帮伴火石头，就是很感谢上帝恩赐这样。那其实当你走进火石场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变得很大，而且火石场真的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家，它是一个小小的道场，那它是让你走进更大的道。
倒数这个终极战争，这是后续的事。那后续就可能在这里。好，那我们谢谢秦局长的分享。那秦局长是从一位头发留得非常长的一位漂亮的少年 K 了哈，然后到现在已经是我们道场的亲口人才，然后想这都是果算的一种神奇的力量啊。好，那再来第三位是我们的沙果算的练图学长。那练图学长他当初来火车团的话是我们义和有一位那个永文学长啊，然后他太太是那个新会学长啊，对，然后他就是那个新会学长有一次在台中，那我们那时候火车团刚成立1年多，那他坐公车，然后就那一天那班公车就要起，然后只有那个新会学长跟一个静宜大学的学生，然后坐在车上而已这样。然后那个新学长就跟那一个静宜的学生邀约来参加我们火车团的活动这样子，对，所以坐公车去遇到的，对，然后那一个学生他就答应了，但他自己一个人不敢来，然后就带他的好朋友那个叶学长来这样子，对，那我们那一次的活动是办那个中秋节的串烤这样，对，然后叶学长就很客气啊，他觉得说，来这边串烤才交50块钱哦，有点太便宜了这样子。所以他就自己非常客气的带着虾子要来烤。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位那个很可爱的一位学妹哦。然后那到现在已经是我们就是南新大学的那个讲研班第4届的那个学员了这样。对，然后再往后走呢，就是我们台中沙土火专的负责讲师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玉雄跟大家做分享。各位伙伴，大家早安。早安。感谢上天慈悲、祖宗子孙福德以及各位贤贤，还有各位讲师的提拔，让后学很有荣幸来到这里分享，其实后学有点紧张。好，是这样的，因为荣光学长的意思是要做见证啊，但是后学是不知道见证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只好把一开始非常奇妙的奇遇开始说起。大家可以看到标题写着一位小飞女孩与一张桌子的约定。小飞女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小飞女孩。如果你从小到大到20岁都还没有离开过家里，你说你想不想飞？国小、国中不用说，那一定是在家里嘛。高中的时候，在家隔壁的县市，骑脚车就到了。大学在家的县市，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里。连家里的房子，怎么讲？房间呢都是大家睡一起，因为还蛮大间，所以我们家里做隔间，所以大家自己睡就有自己的空间。然后电脑是大家一起用，所以每次做报告都要等一边玩完了，我才能做报告，就很麻烦。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真的很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甚至是很希望能够一直离开家里这样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回家，而且我大一上的时候，同时参加2个社团，又接2份工，所以我在家里真的很少。然后自己伙食团的话，时间一定是更少。然后待会就会来解释这一张桌子怎么回事的。一开始就刚有讲到那个公车那件事情，就是当天是父亲节，我有个同学用这个日子，因为那时候是高中指考放榜的日子，跟我的那个好朋友约好说要不要去看榜单。然后约我是看我榜单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说有关公车上的奇遇，就遇到一个学姐，他说超宿舍还是什么。然后其他的同学是住离高中就是有段距离，他算是住高中学校的宿舍，所以那时候他听到那个学姐跟他说他们是超宿舍，然后约大家一起出来吃饭。然后我就说你住在学校宿舍那么久，你有看过人去敲你的宿舍吗？我说没有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外面学校的人来敲我们宿舍？而且照理说高中宿舍应该不会有外人进去啊，所以搞半天其实我还是不懂他在讲宿舍什么东西。直到后来我参加我才知道，原来他讲的宿舍是大学的宿舍。然后至于吃饭的那个问题，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后来
搞半天也是就朴实的意思，对不对？只是当初的学姐都没有交代清楚，就像当初我跟他说，请问你们那个速考啊，可不可以带瞎子？他那时候这样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你就带去好了啦，没关系，到时候在外面闲闲。所以我就觉得，好，就是有点莫名其妙，所以我就在讲一下当天创考那天，其实就是开学一天。开学第一天，我就跟母亲说，跟候选妈妈说，朋友就约我要去烤肉，不是烤肉，他说是素的啦。第一次烤素的，所以不知道可以吃什么东西，所以就说妈妈就跟我说有朋友去钓虾子钓，然后说要给我们吃，不然就拿去烤好了这样。我说好吧，就带啊，不然怎么办？反正妈妈都这么交代了，就带去了，然后直到那边那个虾子就这样放了一整晚都没有碰到它，还蛮可怜的。然后当天是因为真的就是有点晚，因为或许不晓得我师团的行程怎么样，我只知道考完之后呢，龙光学长当时就把我们带到客厅房对，然后就放了 PPT， 然后开始唱因为你因为我，然后我跟那同学就觉得他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在那傻愣愣地听着那边唱歌，然后什么时候不能做，然后就觉得到底要唱还是不会唱？可是我说我没听过，然后我们就这样傻傻的坐那边，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才发现已经10点多了，然后可是电话完全没有都没有人打，就觉得莫名其妙。后来等到就是姐姐在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因为我妈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对，后来才得知我妈竟然去翻我的高中毕册。然后找到我跟我出去那位同学的电话，然后还打给我高中老师说，可以问一下那个同学到底是哪个电话吗？为什么都找到我女儿，找了一整晚，他说我电话都没有讯号什么的，我还发现原来那边火车讯号真的是非常的差，所以就是那一天开学第一天就被我妈，就是有点惹火我妈，而且她就跟我说你到底去那边做什么？我说我不晓得，我只要 PPT 上面写的说大家都道心啊，道心哦，你放走了，不要提了啦，就是非常。很生气，然后而且这可能是我这个同学了，他跟我出去一天，他就被列入我妈黑名单了，就是非常糟糕。然后接下来呢，我真的很乖，我那时候说真的，或许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小时候真的就是那种在班上都属于那种背景人物，不知道大家了解背景人物意思，就是那种演戏，然后在后面站着，然后不要台词的那种，对，就是很安静，然后也不想要去出风头，什么时候关我是这样子那种很安静的小孩，所以其实妈妈说什么我就照做，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可是为什么后来会再进入我师团呢？就是这个点，候选的隐师，他刚好是候选的学长，然后当天我记得就是国庆日的前一天，10月9号礼拜二，我都非常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呢，早上上会计，然后我看到我的左前方一位男士非常眼熟，然后我就看一下，好像是传考那天遇到的学长，然后我就叫一下他，他说，你们在这里吗？应该是我问的，是我们班级，应该是我要问你，我怎么在这里？你是学长啊？后来搞半天是因为他说会计太难，然后什么老师写英文他看不懂，所以他找重修这样，反正他就重修，对不对？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位重修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就顺便就约我说，他说你今天晚上没有空，要不要去我家吃饭？然后马上就心里小剧场就说，我男我女在家里吃饭蛮习惯，然后还好，或许有个挡箭牌就是我参加你的社团。当时我参加热舞社跟戏篮，所以热舞社是2、3、4要练舞，然后礼拜1、礼拜4要练球，所以其实我一整个礼拜6嘛。然后就跟他说不行，我2、3、4要练舞。你说是哦，那明天呢？我说我刚不是讲2、3、4吗？明天礼拜3晚上练舞，我明天国庆日你要来学校吗？完蛋了，好，无法推脱。所以呢，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带上次那个坐公车那个同学一起去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很好。我说还好我是自己一个人，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这样。所以就答应他了这样。然后隔天呢，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应该说第一天是被姐姐载去的，所以第2次你要叫我们自己去，其实有点困难的。虽然或许有停车，但是或许这是凭印象，就直接有一间 7，然后跟那个什么火车对面好像有一间什么卖内衣裤的之类的，就这样凭着记忆这样乱找这样。然后就直到到了我师团发现，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因为就很多人，让人方学长跟其他学长在那边，然后就还原来唬我，吓死我！我以为从他家还是什么鬼。就是讲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家，然后这样招待我们吃饭，我也莫名其妙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就是上次去的地方，就跟上考地点是一样。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发现，学长那我拿我毕业，后来才知道他说什么我去补习班补习，然后从楼梯上摔下来，妈妈大概收紧，然后他就
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啊，不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你要收金关我什么事？我他妈跟你去收金，收金你要揪团，很好笑。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决定，那时候也读很久，就说，哎，到底是收金收完，我到底要回来，我要回家嘞。然后想算了，不然就龙猫女就是陪我们聊到那个我那位同学就是经营的那个宿舍门禁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赶快回家，然后就陪他。所以那天其实还蛮妙，就是收金吃饭，然后就是反正最后我记得那一天也是这样，就不了了之，后来也没有说真的有联络这样子，因为当初就真的只是约吃饭，然后他人又不在，所以事实上那天也是这样就不了了之。最后又为什么会去呢？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要解释一下，这是我后学求到的叫什么？答应要求到当天的事情。就是后学后来会又去火车的原因，是因为刚好后学参加学校的一个就类似设计餐店的，反正就是这种比赛队。然后后学觉得在家里很不方便，刚刚说家里没有这些空间，所以我没有所谓的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刚好看到，我知道有一张桌子被放在仓库里，然后没有动，我就决定，好吧。我觉得老张桌子可以借我嘛，我就直接自己默默把仓库里，然后自己拿那张桌子那边画画这样子。后来会去是这样的原因，然后我就这样每天都去。然后至于线香这部分，其实他们那时候当时并没有跟我说，因为他们都说，我上楼一下，哦好，然后就去画，然后就下来，然后就每天都这样，我上楼一下，哦好，然后我上楼一下，哦好，然后有一天那个学长就忍不住嘛，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上来一下？然后心里就开始想去找，就是觉得我很恐怖。然后他就把我带过去了，然后我说，然后他就叫我坐在后面，我说哦好，我就坐在后面，然后就看到那边点头灯，然后线香，然后就最后一个程序，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闪头灯？他没闪，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灯关掉。我就看他很恐惧，这个学长干什么？好恐怖哦，为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吓人吧。然后他就说，他就开始跟我讲有关求道的事情，然后我就听，我心里其实一直在想。到底怎么会？到底要是看很恐怖我细心都没想，我都忘记，我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说到底渡人那段时间他在讲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印象。我只知道因为害怕，我很怕等下会下不去，你知道吗？因为那是楼上，而且它就算是顶楼加盖的，所以出口唯一出口就是楼梯口这样。然后他又刚好在那楼梯口放得下去，有点恐怖，这么过敏，真是。然后后来呢，为什么标题会打可以不用一直脱衣服？因为他讲的话我一直没有反应，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会担心什么之类，他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叫你脱衣服。我心想，你为什么把我讲脱衣服3个字，有点恐怖然后我想说，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然后过没多久就在想，真的，我不会叫你脱衣服。然后后来我又找到他，为什么他会讲脱衣服？他就讲到因为之前我们一般到还没有那个通行的时候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关门，然后怀疑是脱衣服之类的。然后我根本对一般都没有认识，我不知道脱衣服这件事，是有莫名其妙的地方。所以后来。是这样求到，那时候也是有点莫名其妙就求到这样。说真的，了解老师也没有，因为后学是彼此一个，就有点像是去庙里烧香拜拜那种感觉，就拜一下，然后去供符，然后就像保险买下来没关系，不用很多钱，然后就求了这样。然后后来呢，会待在伙食团那么久，刚有讲到我其实不爱回家，就真的就觉得在家里什么时候都很无聊，所以其实后学大一那一段时间。也没有说很常跑火车，反正是比如说社团电网我就待很多，待到很多人关了，然后我就回家。所以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很长，待在时间不长，然后待火车时间也不长，所以是后学真正有接触道场的时候是大2的时候，因为我在大1下的时候1、2个月要把所有的打工跟社团的课业，因为后学累了，真的太累，因为1个礼拜怎么说，2、3、4要练舞，1、4要练球，然后礼拜5、礼拜6、礼拜日。要打工真的很长，我也不知道什么可以打那么多工。反正那时候就是很累，所以这时候就退掉。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常跑火车，就大概大2那段时间。然后像后学新疆里也是，当时寒假的时候刚好在附近打工，然后帮大哥那时候刚好要回家，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没有人线上，他就说叫我线。后来我大概就是这样线，然后线了1个月，然后才把它学会。然后现在学妹在练这个理解。他说难练怎么让我说没关系，你就1个月来照3餐来线，我就相信你背不起来。我觉得当时真的是照3餐，因为中午的时候有一次休息，不然现在工商业是在中午就不用线了，对吧？所以后来就是这样背起来，然后又渐渐比较接触火食团这样。然后圆桌武士之约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
因为那张桌是圆形的，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圆形，真的是圆形，就一般的普通餐桌上圆形。对，然后呢，然后妈妈就说了，说好吧，不，我们做个交易，讲交易嘛，反正就是我们做个交换的，我给你一个空间，但是你要在我们待4年。我反正大学4年就待4年，谁知道现在只待4年。说来话长，反正就是待了到现在这样。然后再来呢，讲到伙食团，就会讲到就是有关素食的部分。其实素食这部分真的对或许来说真的是没有很难。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学弟妹吃素可以就是吃那个痛苦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他们吃素，他们就觉得哦，天啊，为什么要吃素？一定要吃吗？我说哦，对，我说活动一定要吃啊，不然呢？可是就在外面，又不是在伙食团，好吧，我也不能说什么，只能说你尽力。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或许其实是还蛮特别，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反而是慢慢的肉食的摄取量会越变越少。他一开始其实或许很喜欢吃菲力牛排，可是或许最讨厌吃的就是羊肉跟猪肉这2种肉的味道，或许我无法接受。我就是吃到后来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发现菲力牛排跟羊肉味道有点接近，所以就决定不吃它。然后吃到后来发现鱼肉腥味有点特别重，所以就决定不吃它了，就吃鸡肉。然后吃鸡肉吃了一段时间，高中的时候刚好我们学校对面有鸡排，那时候鸡排现在有7点，后觉得就想说，反正就吃了，反正就几点嘛，几点。然后最后送的那一个，我就跟他说，帮我把所有口味都加了，因为这是我最会的鸡排。我人生中最会的鸡排就是一个综合口味的鸡排，对，我就把它吃。然后在上大学之后，真的就是比较少碰这样子，而且甚至吃素吃习惯之后，就是去火山，因为每天都去，后来就每天都去，就吃习惯之后，变成朋友约我去吃麦当劳，我隔天就拉肚子，就是变成身体会有点排斥性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发现，其实宇博有一次是荣邦讲师说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就吃素吃的还蛮容易的这样？他说可能有。后来我妈妈其实有说，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在怀我的时候，怀后学的时候，妈妈只要闻到那种味道特别重的肉，她就不会。可是很奇妙哦，她如果怀我弟弟跟我妹妹都是大鱼大肉没有问题，就很奇怪。她说应该是可能天生就应该要吃排骨之类的，就是那时候我妈妈没有说的事，就是真的就很特别。然后而且我奶奶一直怀疑，其实我是我那个泰州台那个转世，我就觉得太远了，有点莫名其妙。泰州台是怎样？她说什么呢？就是阿豆上面那一辈，然后说当时是吃素，然后什么之类的。我们家又没有人吃素，就说你吃素，你觉得很奇怪吗？一定是遗传啊，那遗传是隔了很多代的那个啊，然后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可能就是有冥冥之中，就是吃素是非常简单，就是对我觉得这考验其实蛮简单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说，慢慢的就是接触比较深之后，才发现原来或许的身边一直都有一贯道的存在，只是后学一直浑然不知。第一个呢，很好学，然后面手是后学当时带了另外一位同班同学来，然后他就跟董爸刚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其实他发现刘老师的照片有点熟，他就说，好像是不是在哪里看过？然后后来他回去问他奶奶，才说，他小时候有学过道，你学过道，然后我们那时候想，你学过道，可是我后来又问你，你又求了一次，怎么这样？所以你其实学过道，好，没关系。这不重点，再来就是沟通不是好眼熟，这个是学伴。我那时候约一个学伴来，我知道，然后他就上了2楼去看那个，看一下就是整理看一下环境，然后他就说你们是一贯道，我说你为什么会知道？莫非是同道中人？他说因为我妈妈很虔诚。好，很好。再来呢，为什么我说奶奶妈妈有点熟？就是因为后来我才得知，奶奶曾经被邻居邀去求道。然后妈妈呢是小时候被抓去求道，全家大概就只有我们小孩没有求过道而已。爸爸我不太清楚嘛，就是后学的是就是在后学的附近周围的人几乎都求过道，这样连我国小同乡的同学难得来找我，然后他就说，你们地方道，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就小时候求过道，大家都道心怎么回事？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而已，真的是莫名其妙，真的是道心就在里面，就是如果所以后来后学有时候都会说。你要知道，台湾有2300人，现在应该不止了，80%的人都求过道，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其实我不知道是根据哪个，我乱买的。然后呢，再来像是3年保护这个，可以讲到候选人现在也是10年，3年保护这个。这件事情，我后面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后觉得大4那一年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就骨折就对了，反正就是骨折，然后就小腿骨折，2只骨头骨折，然后还蛮严重的，但是全身上下当然就左半边比较严重，其他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后来有比较好的时候去参加班会的时候，龙方选的说，其实求到后面保你3年平安无事。真的假的？所以我当时那一年是我就知道说，因为你修的够多。然后后来想想，我现在又累肿，现在是累肿状态，有比较好的啦。后来算算，又过了3年，所以阅历要比业力快1步，所以后续赶快来聊阅。然后再来讲到国礼中，这个是真的，我比较想要讲的是这个见证啊，因为这个是当时候选的母亲，就是她得癌症，然后那时候有点算弥留状态，很多天，然后其实候选有点自私，因为那时候刚好我说要办小天使。然后我就算一下时间啊，我妈妈这时候过世，然后还在花时间那个丧事的时间，怎么办？小叶子好会卡到然后我就偷偷在我心里啊，你要在那边放不下了，我们会好好自己生活啦，你赶快回去啦，赶快好好休息。我觉得或许是真的是非常不爽，不过后来老师帮了我，这样讲不行啊，没有，老师只是看我可怜而已，对，所以就是在某一次的求道，就是搬到晚刚好要现象。要献供，然后有个学弟就是要请结果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济公老师湿湿的，然后很潮湿的，不对啊，为什么只有济公老师湿湿的，其他2位都没有湿湿的，莫名其妙。结果等到他把端下的时候，发现他的水，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金老师的头像是长那样子，他说那个葫芦里面有水。当他拿下来的时候是满出来的，就是有点是溢出来，然后还要很小地方端下来把它倒出来这样。然后学习听到的时候就有点错，是吗？是这样吗？然后学得知的那时候，还赶快打电话去问龙妈妈说：“龙妈妈，你在火上做了没？那个金老师的葫芦是空的还是实心的？”然后他说：“当然是空的，实心不会太重了吗？”所以你会在那边装水吗？为什么会装水？我想想。就是可能在洗佛像的时候，我没用洗的，我都用擦啦。所以到里面是自来水还是抹布水，其实或许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有点恐怖，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天啊，这水也太多了吧？因为其实15天献供仪式，15天收集的水应该不会那么多啊，所以就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其实或许当下得知那时候是有点不错，然后就心里就觉得，天啊，什么恐怖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其实心里真的就觉得。很紧张，而且又有点害怕，真的是害怕，因为真的从来没有那种见证出现在我身上，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想说，候选生看，老师是看候选人已经受不了之类的，然后也看候选人快受不了，所以就帮助候选，所以候选真的觉得是人有3个必从之是真的，因为候选生有时候妈妈会很担心候选人在火车站太晚或是什么回家路上会发生，因为毕竟车祸那件事情真的对他打起来很大的感觉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其实你们发心做事情的话，其实很多命运之后就是仙佛会帮助。然后说真的，我吃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说真的，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要突破自己，然后才会慢慢的去成长。我吃饭也是，就像我们一开始去操作的时候，也是不敢跟大家说我们习惯，然后说我们是什么基金会啊，或是什么，老师叫我们要做什么研究啊，发问卷之类的，很多那种研究所，然后发问卷。然后后来我们终于。他们说：“我们是习惯法，如果你怕被骗就不要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是会这样，就直接跟他讲明白说清楚哦。好，那候选就先说到这边，谢谢各位。好，谢谢院长的非常精彩跟有趣的分享啊。那个水后学，然后讲的是很清楚，也补充，就是那时候院长的妈妈就已经得癌症末期了，对，那大家应该知道说那个癌症末期的话，其实是很辛苦、比较痛苦的这样，对，那有时候去做化疗，那都要吃很轻的止痛药这样子，对，所以就那一次办到，就发现壶里面有水，对，那我们几个学长就
就是请他把那个水拿回去，然后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妈妈的病情能够好转起来这样。但是那时候店主我觉得说，他希望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因为小妈妈有求到，那求到之后，如果我们以后走完这最后一步会回去哪里？是回到我们的身边的嘛？因为小就希望说妈妈是不要再这么痛苦了，能够放下这样子。所以后来那个水就拿回去给他妈妈，是拿去喝嘛，然后去擦身体这样子。那之后过几天啊，对，然后隔天就是因为小妈妈就很安详的回去了这样子，是这样子啊。对，好，那我们最后的话，没关系，给到一点时间。那最后当然我们义和社场也有伙食团啊，那在成为你那个一些就是辛苦的经营之下呢，也有一票的学生的这样。对，那所以我们最后就请我们员工伙食团的学生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请从小帮大家做介绍一下。谢谢我们那个南京道场的3位学生来分享哦。那其实各位前辈就可以发现啊，就是有时候学生就是还是要经过一些学习跟一些成长，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可以讲道理。如果一堂1个小时的课，他们已经讲了半堂课去了。所以其实这些学生可塑性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看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这个伙食团有2位学生也是要来跟我们各位做分享。那第一位呢，或许要邀请的呢是我们的这个思学长那这个思学长呢，他或许来讲一下他其实是1年级的时候呢，然后来参加我们的社团，就是人力社。那可能个性本身就比较大声活泼所以大概在他要升2年级的时候呢，我们上一任的这个社长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是说他可以接明年的社长对吧？他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他就来跟同学就是介绍给同学知道，然后就是发现好像应该可以，所以呢就邀请他来当社长。那又一次呢去参加南京大会举办的合唱全场，然后就约他去。那刚好那个时候联络社刚成立，那已经有几个学生要进来住，但是都是到2班，都还没有新的学生。那或者就是鼓励自己要再进来住。那他已经房子都租好了那或者那天鼓励完之后，他就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房东说，房东不好意思我想要退租，因为我想要跟同学一起住。所以他就搬进来不算住，然后他进来1个人就带了好几个同学一起进来。所以还是我们现在非常优秀的学长，那我们掌声来这个帮助我们的
提升的人都还不错的、然后可是会觉得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然后我是最近才有去想到说，就是我有找到那个我觉得少的那个东西啦，就会感觉可能每次来上佛堂啊、上课啊，或者是些营队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因为营队、佛堂，就短短之间才相遇，可是离开之后，大家又好像有点像陌生人的，就是刚开始我的感受就很好，就觉得很可惜，就好像我们离开营队、离开佛堂，马上大家又都不认识了，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在这2年啊，就很多学姐啊、教育学姐啊，然后我才会体会到说，好像很多人就是还不错，就并不会因为说。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养万物。吾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派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特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兮，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
人一大，狱中有4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必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黄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遍一切处。坛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悉了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5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在。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着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教看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古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应遭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应孙权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诫，1诫
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渺冥冥无人，我空空一环，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极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西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93山坡红罪了菩萨佛难设一个大仙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片效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
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门卷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即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尽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载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至为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戌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也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_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3山托洪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救，在3山托洪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36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而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怜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
若是先医邪教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先医先邪教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柏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儿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cas1zm/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a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7448305